说明一下它的部分。那说明的部分之前呢，想确认一下，森龙哥你有在吗？先确定一下森龙哥有没有在。森龙哥已离开。离开了。看好，哎，又进来。又加入了，加入了。谢谢你这边需要喂，播放。我有在。森龙哥你在了哈 ，OK 我有 OK，在。那你这样比较 OK 哈，就是等一下信燕你那边需要做那个分享资料之类的吗？还是说你直接报告？我直接讲就可以了，但是我不太我不太了解你们要怎么报，我直接全部讲出来好了，然后再讨论好了。哎呀，那个信燕你也不用一次讲到底，如果你讲到一半哦，你需要稍微停下来休息了一下，可以跟大家互动啊。哦，如果你一直讲1个半小时，也这样很累呢。你可以稍微停一下，大家有什么看法这样之类的。我是怕10分钟就结束了。10分钟哦，好啦，那你10分钟结束，我们再用问答的方式啦。OK， 我懂你的意思。那你就好好把它讲完之后，我们再用那个问答的方式跟你互动。好，那你就开始吧。好，我就从一开始好了。那以后是阿拉达萨古古安安阿古，我吉拉菲安，我发工啊阿娃娃嘎古，阿拉马很么古法罗祖马萨苏阿伊巴扎莱安，我嘎法纳阿古在咖喱还有。Ano ila ko pa ininyo, akakaulu akakaili, paswa itakuanan. Mafana kita ila kulati no 伴奏是这样唱的。其实啦，吉那高乌拉人那万 no 伴奏，迪拉伊吉那山古乌里那 no 多斯。这首歌其实很久了，其实阿嬷也都是这样教我们唱的。其实故事很简单的。一定后伊拉古吉那高阿吉斯拉。马拉嘎嘎爱伊尼亚洛阿毛利，后来呢，马佛罗马泽拉斯古尼亚洛山，下面米拉高杜拉东马瑙瑙杜古尼亚洛，宝宝山长了，比那爱杜卢米安那杜拉拉呀，巴黑泽拉山伊尼杜古斯诺吉纳阿山，乌拉马拉嘎嘎爱哦。吉那高山有嘎嘎，吉斯拉山有沙发，爱古对马拉拉木山多古呀，马拉嘎嘎爱，萨吉娃娃多，萨吉苏纳多，有德罗斯南闹，带来德莫阿美斯古拉干山，就这样开启了他们阿美族的世代的传承。有时候也会自己想要问一下，这故事是真的吗？哈拉登嘎木号。我们可以从多方面的去观察这个阿美族的形成。这个民族呢，它是一开始就在台湾吗？还是透过移动来到台湾的？巴盖尼有阿密斯，有班扎啊，南南哈南奈哦。一点好阿外姑，阿外好阿杂交，啥都有比巴南南哦岛。什么时候出现阿美族这个名字？有嘎登耶拉诺米岛。阿美族的名字有萨达邦啊马萨拉以荷兰时期400年前 m i k e l i n do again， 但是那时候呢还没有出现阿美族的名字，而是以拿绍为称号。拿绍就是一个家族名，阿美族是以家族为中心的，它不是以个人为称的。塞古多出现在清朝时期，名字叫阿美。这名字大家其实不太陌生啊，不陌生。那个清朝人呢，从台南带来台东，马里登木古不用嘛，你在岸长了金马古兰，卑南族称阿美族人是北边的人，所以而北边在阿美族是叫阿美，其实跟我们北边的阿密斯还是有差异的。为什么不会叫阿美斯族？马哈恩奈。
布鲁马诶有班扎啊，那伊地拉伊台地啊毛利龟啊，当然比平地高一点的地方，就这样子称他们是，就这样称班扎。有嘎迪莫兰啊班扎称自己是阿密斯，有阿密善啊班扎，有班扎嘎密，两者都可以啊。当然在咖喱本案有阿密斯这样子说，马苏雷多古族啦，这些都是可以我们从书上可以看到。伊加要喏荷兰石球，伊来丁尼亚马乌里的干咪，再后带你有个荷兰人一点后，后来个比苏里多族啦阿巴哈宾纳，而人有口述历史啊丁尼亚在，人伊族啦喏日本啊都荷兰。古尼加法纳诺米达杜里基西，就是在这之前呢，我们都要靠考古去挖掘。巴丁纳过嘎过，有汉本遗址、崇德遗址、红桃神文、麒麟文化、花岗山文化、卑南文化，还有铁器时代的晋普文化。乌尼尼乌诺米达拉拉嘎蛋，哎，这是我的前言，还可以吗？可以啊。那我再继续咯。OK。Ya masa-masa ku laka ita， 有马萨邦泰，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身上的基因去看，我们基因身上排列的是 C， 还有 O1、O3， 再来是 E1A 跟 B4A1A。我所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阿美族最常见的基因，这些都不是我们乱说，因为学者阿米研究，透过研究团队去做比对的。有沙大半以6万年前了，有一批西型人，有西型 DNA 的人来菲律宾待了以训他古路，卓阿古训他古路，就是差不多在印尼那个位置，差不多3万年前到了训他古路这里。米利斯利斯都利亚古呀dia后来宾纳达兰，再继续延伸呢，到了爪哇岛，乌诺基巴诶。把个阿密斯带来台湾海峡马乌里，有的呢继续往日本走，可是那时候呢还是冰河时期，所以亚洲大陆跟台湾是连在一起的。那这个呢算是第一代的阿美，埃克多伊马扎卡杜古里亚连接亚洲大陆跟台湾的陆地，马马拉和老多海岸线往现在的福建跟浙江沿海一直移动，所以西型的人他也慢慢的往内陆生活。我们那时候就遇到了谁，在亚洲大陆的 O1 型的 DNA 的人，他身上带有 O1 型，所以我们也在那边跟 O1 型的人交流。我们身上也带了 O1 型的血液。那 O1 型的代表就是百越民族、神农氏这些人。闽南那都嘎发那南啦有百越民族，又因为O3 型的人是在亚洲大陆的北方，那 O3 是华夏民族。米拉拉扎拉杜拉达多阿山诺班扎农米道达拉祖阿长拉嘞，我们的阿美族又跑到哪去了？把迭个长拉带来东南亚，所以他们又跑回去了东南亚的生活。所以我从这边开始讲，一开始他们就是到了巽他古路，然后又往上面走，跑到了台湾海峡，然后他们又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又被在亚洲大陆的人又被赶回去了东南亚的生活。所以我说这些 C 型啊，还有 O 型啊，都是父性的，这些啥都有 DNA 的妈妈，也就是阿美族爸爸的基因。但是在阿美族母性的基因呢，我们发现，在台湾附近有一个 DNA 跟我们同源的，乌尼古 DNA 一地拉伊马祖啊、马卡拉圭啊、米金 QY， 有亮岛人，我们发现亮岛人的 DNA 它属于1这个单倍群，它位于1和1万，所以它跟我们最接近的基因都是我们的台湾的原住民。阿美族它的基因是属于1万A。可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族群哦，就是泰雅族。泰雅族它身上也有1万A1这个
这个 DNA， 所以我们发现我们都是跟亮岛人算是同源。可是亮岛人呢，他在8000年伊德拉伊马祖就已经在那边生活了，可以知道这一群人绝对已经生活很久了，也可以知道以前的台湾海峡就是一个很大的平原，过去的台湾就是亚洲大陆，它不是一个海岛。台湾海峡是一个水草丰盛的大草原，住很多人，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住在那边的人叫做海峡人啊。后来呢，毛挠挠对，而以前的台湾就是古南海的出口，因为它是连接着整个亚洲大陆，所以台湾的巴士海峡那个地方就是南海的出口的地方啊。古南海它如果要出海的时候，一定会经过台湾，所以在人类移动的上台湾走到亮岛是有可能，从亚洲大陆走到亮岛，然后再走到台湾，这是有可能的。然后当海平面开始慢慢的上升，亚洲大陆就跟台湾开始分开，有一群人呢，来后啊，鲁马嘎在那一跌啦，一台湾啊马木利，他们就一直就回不去了，就一直在台湾。那另外一群人呢，他们就往南海移动，这是我们阿美族E1A 的基因，他就往南海开始。罗马一还有一个基因在我们阿美族的妈妈，那就是 B4A1A。古阿美族人他在移动的过程中取得了 B4A1A 这个基因，那这个 B4A1A 分布的很广，巴开拉伊新几内亚形成了 B4A1A1 型，再形成波尼西亚人、毛利人、夏威夷人的 B4A1AP。这些一脉相承，都是来自古阿美族的证据。也就是说，阿美族它带的是 B4A1A， 而那些大洋洲跟东南亚，他们都有 B4A1A 这个基因。第二，菲拉扎拉诺台湾，而人阿扎有班炸占了45%的 B4A1A， 就是这是一个很高的比率，只有我们阿美族才有。鲁马啊，菲纳扎拉呢，阿歪都在10%以下，可以说为什么他会在10%以下？有可能原因就是通婚，所以他们不可能会来自同一个起源，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B4A1A 古阿美族人的路径呢，从前面的爸爸的基因带着 C 加 O1。就是从非洲那边带过来的人，然后他们碰到 O1 型的人，然后又碰到 O3 型的人，然后后面呢，他们又慢慢的往东南亚的地方走，就往印尼的方向走，又碰到了妈妈的基因 E1A 跟 B4A1A， 所以现代的阿美族人就是正式的产生。到这边还可以吗？可以，非常好，可以啊。那我继续。刚刚说到阿美族爸爸的 DNA， 还有妈妈的 DNA 又再度融合，而那个时期已经结束了。阿外古拉浪阿鲁玛嘎，他们怎么走呢？闽南味，不可能啊！所以古阿美族人他发现了樟诺，就是黑草，黑潮呢，它是从南方慢慢往上移的洋流，所以它的时速是这样子，它可以1秒钟可以前进2米，所以它就可以靠着洋流慢慢的走，从菲律宾可以到达台湾啊。什么呢？阿比努盖，它就是透过风帆来逆行，像这样的技术也是透过时间慢慢演化，在爱嘎当说。也是慢慢出现有舷外支架的木舟，就这样子航行，就这样子从菲律宾跑到台湾，又从台湾跑到菲律宾，然后就慢慢的又继续走他们的路径。我们可以从那个陶器文化来看哦，今天以古人哦，菲律宾哦，都古人哦，台湾东部从学者挖出来这些陶器哦，菲律宾的伊拉伊古迪雷就是用绳子印在上面的纹路，
台湾挖出来的骨刃它是有颜色的，所以学者会称它们是为红衣陶，因为它上面有颜色，又有那个纹路在。这两个之间呢，菲律宾的陶器大概就是在6000到4200年前，然后慢慢的传到台湾的东部。台湾的陶器文化大概距今就是4200年前到3400年前，刚好就是台湾东部潮来桥遗址跟台湾都兰湾跟花岗山遗址、花莲美仑溪跟卑南遗址那边，台东卑南溪，爱国队他们又把台湾本土的红衣陶传到菲律宾，透过风帆开启了航海时代。像这样的陶器跟远在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还有旺纳度、斐济，还有萨摩亚东加、萨嘎拉的扎古尼亚红衣陶古人传入时间大概就是3300年，刚好也是航海技术正式成熟的时候。可是从台湾到俾斯麦群岛有4500公里，马拉哎耶，他们是怎么过去的？他们就是靠着跳岛，利用类似像螃蟹船的，慢慢的这样子去移动，才可以到达45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我们可以说，基因 B4A1A 研究学者发现，在整个大洋洲都有 B4A1， 可以慢慢的延伸到 B4A1A、B4A1AP、B4A1A。我打帮案啦，就是 B4A1A， 就是在台湾东部跟菲律宾东部这边开始移动。可以说 B4A1A 的古阿美族人，也许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强大的民族。那 B4A1A 这个族群呢，它带着陶器的文化移动，还有技术，所以他们也会带着自己本身的语言去跟当地人交流，或是融合。透过语言，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 Gasafina 扎兰。从 DNA 来看，台湾最原始的族群就是泰雅、排湾、布农跟周族。定义台湾伽马罗、哈拉菲多。一个米利亚斯多巴布达诺台湾，而泰雅跟板扎，他们的祖先是来自同源，所以我们也会在文化上跟语言应该会比较合一点，因为他们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同一个祖先。可是，在 DNA 还有语言还有生活习惯上，在加了扎马民人有 DNA 马了扎，所以这两个族群是分开进行的，所以他们是自己独立的去做自己的演化，成为了两个不一样的族群。我们发现，在阿美族语的身上有大量的古南岛语跟古马来波尼西亚语这个成分，而这个古南岛语跟古马来波尼西亚语都是来自台湾本岛以外的语言。哈拉登跟木号。台湾原始族群没有离开过台湾，有说难啦，在同一个地方，阿瓦马萨拉。可是古南岛语跟古马来波尼西亚语，还有古大洋洲语，还有古波尼西亚语，这个4个语言相似度极高，所以这个4个语言，他们可能是会互通的。所以，但是这4个语言呢，又遍布了整个东南亚，还有东印尼跟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跟整个大洋洲。台湾既然有古南岛语跟古马来波尼西亚语，这是他们刚好自己发展出来的吗？然后其实这个方向有点不太对了。这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有族群把这2个语言带到台湾，而那个族群就是走遍了整个东南亚跟印尼、美拉尼西亚、大洋洲的。B4A1A 跟 E1A 这2个族群，那 B4A1A 跟 E1A 这2个族群怎么来的？就是透过扎诺，就是黑潮，来到台湾东部，到了台湾东部跟当地的族群交流，开启了一个族群的发展，而那个族群就是乌班扎卡梅。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有离开过台湾的菲纳扎兰。巴盖尼有干哦，班扎有 DNA 可以知道
里面有 B4A1A、E1A 跟 N7D， 刚好都在阿美族里面的基因都是占大多数的。B4A1A 呢，就是我们所比较占大多数的就是巴吉拉啊那烧。E1A 呢是拉拉讷斯啊那烧。N7D 是吉里维安，从这个基因这样子移出一路，阿美族的雏形才正式开始形成。我们怎么看呢？就是卑南文化、麒麟文化还有花岗山文化，当这3个族群的 DNA 进入台湾哦，那时候的语言会正常，会是一样吗？在嘎了扎，格里人古苏安诺迪人南拉米祖木都台湾，到了台湾东部，为了交流。闽南人都鲁马爱啊、菲那扎兰啊说啊，或是借用台湾在地的族群语言，为了沟通，他们不断的一直演化，就这样开启了法鲁海啊说啊、法鲁海啊、菲那扎兰。那这个语言呢，从台湾的东北端哦，到台湾的东南端，可以说是当时的台湾主要的核心语言。我们可以分成北端的族群，就是巴塞、格瓦兰。嘎当阿兰，或者是东部的呢，就是萨基拉雅，南边的族群就是西拉雅语。语言学家把他们的这些族群分为同一组，把他们感觉好像分为同一组，可是他们就是不同组，可是却讲着语言，可是却是讲一样的语言呢。因为在当时，这个语言是非常为了要跟各个不同的部落交流，所以一定要讲一样的话。如果不讲一样的话，一定会被当成异类。所以可以知道，这些族群都会有互动或者是交流。要经过时间的变迁，在我们阿美族虽然细分了5个语系可是以习惯还有环境来，其实只是可以分成3个，就是北边南是阿美族，中间巴沙瓦利跟修姑峦。南边呢，法兰绕跟巴黎绕。那我们现今的阿美族，古阿美族人其实他不是靠着大规模的迁徙在这个迁徙的路上，我们没有看到大量的死亡跟传染病的证据他们是透过什么？他们是透过陶器文化的传播，然后还有航海的能力，然后慢慢的移动。当航海技术成熟，陶器文化开始就进入下一个阶段，阿美族就开始做航海间的贸易、买卖的交易，也就是丰田玉。丰田玉的研磨制作，现在的菲律宾还有巴拉望、婆罗洲，到现在的马来西亚，再到泰国，还有东边的越南、柬埔寨，都会发现有台湾玉。而这个台湾玉还不是做好的它是包括了工具还有原料。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些就是阿美族的祖先带着这些玉料的，还有这个技术到东南亚去跟人家做交易或者做贸易，换东西回来。可是学者呢，他一直在找这个玉到底是从哪里，原来就是从台湾来的。当荷兰人开始，我们回到400年前，荷兰人来到台湾的时候，阿美族人又开始站上历史的舞台。为什么？因为阿美族人呢又挖到黄金了，所以荷兰人呢就靠着阿美族去找那个黄金。其实回到吉斯拉阿吉拿高这首歌，我们其实就是一个航海的民族，只是中间的历史没有被传下来，但透过这些拉拉嘎蛋呢，都跟我们阿美族都会脱不了关系。hati ni ku mamang ay kafana ku masama ku halatan kamu。好，那个精彩有没有精彩。人那个我们先不要讲那个赞许的话，先进行那个 Q&A， 就是说你们问一下这个心燕，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想请教？可以问问题哦。心燕，哎，我可以问那个上一次心燕在那个阿里亚那个访问的时候，就让你访问的时候，我有听你那个访问的那个节目。等一下，丽丽老师，那个人的声音真的很像心燕，对不对？那个是 AI 的声音。
是啊，那个是对对凯明的。对是啊，对啊，不是你姓叶哦。对，那是我的声音啊，用 AI 的方式呈现。对对对，我就听到那个阿丽亚的那个广播呢，在39我也集吗？还是觉得那个30？声音很像信燕。是你啊？改名老师是你过来的。那改明老师，那我就问你哦，我今天不是有传那个资料吗？那个什么南岛没有啦，民主的，我们今天的重点，信燕，刚刚信燕他提出来的那个讲法，你问他，他其实也知道了。我刚听信燕讲完一轮了，他应该都知道。对，你可以问信燕看看。那这个我们要问这个，好，我等一下再问你。可以一起讨论。其实大致上都是一样的这样的路那个想法啦。就是我这样讲完了，感觉好像有些都还不太顺，就是我还在想，我本来想要全母语的说，但是好像翻不起来。我们就翻出来做，为了出来做。我们今天用那个先从一半一。今天我问一下哈，那就你的最近的那个跟我们团队互动的那个过程啊，还有你已经消化多那么多文献资料嘛，那你再回头看那个吉兰阿善的那一段的传说哈，你会怎么看待那一段的传说？就是拿到跟希腊的这个洪水的这个神话故事，你会怎么看待？就是我一开始去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只是把它当童话故事去听，因为童话故事不算是传说啊，不算是真正历史。我会怎么去看待？其实我就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听到那个淹水的故事，我就觉得不太可能发生了。那个淹水感觉就是整个台湾是淹水，它比较像是海水，我觉得啦，因为那个淹水的，我觉得比较像是海水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他们是透过海水这样子慢慢飘的，比较符合那个历史的研究。就海啸吗？因为你看那个就是我常常会看那个 Discovery， 然后那个印尼那边跟那个菲律宾那个群岛那边他们的岛跟岛是很近的它是可以透过船这样子慢慢的这样移动他们不用靠风帆他们就这样子靠着岛。可以做成那个船，然后慢慢的去移动，然后到了一个定点，他们就直接潜水下去抓鱼。可是，在台湾不行因为台湾附近没有岛，最近的岛就是绿岛跟那个与那国岛，那是在宜兰那边100多公里而已，跟绿岛还有兰屿这样子，还有就这样子而已。可是，在菲律宾跟那个印尼还有那个大洋洲那边，他们岛是很近的。OK， 那我们现场还有没有人要问信燕？信燕，我这边先问你一个问题，申龙哥，请问，申龙哥先问。好，刚刚信燕有讲到说那个《吉拿高尔迪斯拉》这首歌啊，说你阿嬷以前就在唱的是吗？对啊，就是在我们部落都会传这首歌，就是那种实验小学都一直在教这首歌。你知道这首歌谁做的吗？知道，我后来有问到是奇美那边的人，而不是奇美，不是那个歌手做的。哪一个歌手？有诺格里定啊？不是，我之前有问到一个，我之前好像在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反正有论到，他说是他妈妈做出来的这首歌，可是我一直找不到他的 line， 因为他也蛮老。阿诺嘎里这首歌，也是那个，反正就是从奇美那边传过来的。他是说他是原作，他的妈妈是原作，然后慢慢传过来的。所以那时候我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听到他这样讲，我就觉得，是哦。那这样，因为我之前有查到那个这个《吉拿高吉斯勒》这首歌的作者是
努卡利定，我那时候想，诶，他是近几年才发片的歌手啊，想说这歌有这么新吗？这首歌其实还蛮久的，其实是在一个好像是日本时期就传下来的。是啊，因为他其实这个歌曲是还蛮新的啦，所以都是蛮近的。OK， 那我以为你会知道那个作者。那个另外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阿美族人哦，刚刚你不是有讲到说母系就是我们的 DNA 母系的话，这个 B4A1A 跟 E1A 有没有可能同时都有啊？就是说在比例上不同，这个你知道吗？有没有可能同时都有？对，E1A 跟 B4A1A 对，都是母系的。我不知道这样问对不对哦，我只是好奇，你知道？这个我来知道吗回答哈，就是 ？OK， 通常不会同时有，就是你只能继承你的单方面的母系的 DNA。如果他的祖父母有一个是 E1A 啊，假设他是 B4A1A 他的祖父母有可能有一个是 E1A 啊，但是他一定只能继承他就是说他的上一辈而已。就是说他这个就是只能单方面的继承啊，他不能一次继承2个。但是这个概念是这样大家也顺便理解一下，就是基因可以隔代或者是跨很多的那个世代的遗传就比如说你的祖有黑人的基因呢，你可能会变黑这个就是意思。但是你的 DNA 只能继承上一个世代，就是你的父母辈就这样，大概这样理解就可以了。哦，了解。所以，那凯梅老师这样说的话，对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讲我们这一代好了，所以那个基因序列的话就2个，对不对？一个是母系，一个是父系，对是这样说吗？是这样吗？对，是吗？如果你去检验的话，你只有可能只有2个，一个人只有2个，一个父辈的一个母辈。你说的为什么还有可能这个字？你说的可一能是什么意思？定只有2个，一定只有2个。对。哦，因为 OK， 你可能可能说他的爸爸的妈妈是 E1A 啊，可是你的妈是 A1A 啊，这个情况在阿美族的社会是普遍都是这样。因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在阿美族的这种少之间的通婚频繁到什么程度？到一个已经不能再通婚了，不然就会有近亲问题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阿美族的那个米田堡的血统已经达到95%，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近亲通婚很严重，你知道吗？就是说，其实可能我们跟我们的远亲也通婚，我们自己搞不清楚。就是说，我们的身上有巴吉萨的血统，也有拉拉厄斯的血统，也有吉维利亚，大家到处都已经混到乱七八糟了。然后你以为你的那个阿少跟你没有亲戚关系，事实上可能还是有。所以变成就是说，我们从米田堡血统的这种高频率就可以知道阿美族的阿少之间的通婚多么频繁了才会有这么高比例的米田堡血统这样，盛龙哥可以吗？这样子回答。了解了。对，凯米老师，因为我是不是你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阿少跟阿少的通婚的结果的那个米田堡的频率比较高？那假设说我们跟其他的族人啊，超过像平地人那样的时候，他的那个米田堡就会减少了吗？会啊，没有错啊。就是说，
我们阿美族的米田堡有2种说法，一个是88%，一个是95%，这种比例是不可思议的比例，你知道吗？我们的巴吉泰也只有45%啊，对啊。然后我们为什么阿美族人身上几乎都有米田堡血统？是因为我们已经那个雅少跟雅少已经通婚的太频繁了，频繁到大家都有远亲的关系了。就是说，所以那个慈济大学的那个林玛丽教授嘛，他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有发现阿美族有高比例的米田堡血统啊，就是高到太高了。第2名的话就是那个雅美族嘛，那你看雅美族为什么有30%几？你看阿美族进入台湾的路径就是会经过雅美族嘛，那没有离开兰屿的那一批那个人就可能跟当地的人通婚了，就会有米田堡的血统啊。那卑南族有10几嘛，还是20几，我有点忘记了，也是一样啊，就跟阿美族通婚啊。还有我们远在西北的那个靠近那个苗栗那一带台中苗栗那一带的八仔族也有10几。阿美族过去在海的时候，到了台湾西北那一带，也有人在那边入赘耶，或者是通婚。对啊，所以你看米田堡的这种他那个血移动你可以知道阿美族他以前的交易路径。那阿美族本身有95%就已经很夸张了，所以表示阿美族的女性都没有出去，才会有这个现象。你知道，就是我们的女生到不了别人的部落的，全部都是用入赘的。那我跟你讲，我们再讲一个故事我其实有研究到一个排湾族有一个血型叫做 MBC3C M7C3C C3C 这个血统在哪个地方有出现？在吕宋岛的那个地方有高比例的 M7， 所以你看到排湾族有一个血统叫 F3B1 嘛，那个其实是主要的血统。那其实有一群排湾族人我们来的台湾族人是跟着阿美族人一起到台湾的，后来他们并没有形成阿美族人，他们变排湾族人了。那我在怀疑这个 M7C3C 有可能是东海的那一群，靠近海岸线的那一群人，就是 M7C3C 啊，所以我们才会很怀疑说为什么阿美族的话跟台湾族那么像应该是 MBC3C 当时候从菲律宾跟 E1A 跟 B4A1A 一起到台湾，但是他们并没有形成后来的阿美族，他们变成台湾族了。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之前有发现这个 MBC3C 的它的一个特别的存在，大概是这样。所以那个你看我跟你讲，就是那个什么怎么讲，那个我们米田堡血统它的逻辑是说我们阿美族的间的高比例的通婚的现象，造成我们都有这个血统是这样子来的。你要说什么？了解。凯明，那个 N7C3C 那个来到台湾，那个是最接近菲律宾哪一群人？那个吕宋岛那边的，就是那个卡爱族那边。那就是尼克。是我们讲的矮黑人我们讲的那个不是矮黑人 ，MGC3C 原上不是矮黑人，矮黑人住的位置不是在吕宋岛。菲律宾矮黑人。对，不是 MGC3C 不是矮黑人不是他们那。我跟你讲其实你要这样讲啊，你也不能说那个在菲律宾上面的母系的单倍群的 DNA 有没有矮黑人的基因？保证有。那我们的 O1 跟 O3 进入菲律宾的时候，应该是用很残忍的手段把他们消灭掉，应该是我在想，特别是 O3。C 跟 D 特别是 D 它从中南半岛是从大陆那边往南逃嘛，它大部分是逃到那个西印度尼西
跟菲律宾，主要是逃到菲律宾，大部分的我们讲的那个矮黑人哦，丹尼索尔人第一型的，但是你现在在那个菲律宾找不到第一型哦，找不到呢，找不到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不是被杀了就是被赶走了，可是他们到了菲律宾，他们还能去哪？菲律宾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所以这个过程中，欧三扮演的一个扩张殖民同化的角色，应该是把他们都解决掉了。那他们有没有把他们的血统，就是说注入到他们的下一代？一定有，透过母系的方面，也就是说，你说我们的 B4A1A， 我们的 E1A， 我们的或者是排湾族的 M7-3C 有没有 D1 的下一代？有啊，他们的下一代的女性就有可能跟 O1 跟 O3 结合，对，就是有可能的。我们身上有可能有矮黑人的基因，这可能很低啦。可能如果我们有矮黑人的基因，就不会那么高。对，这个逻辑上就比较排除说我们的 O3 比较不会去跟他们的那个矮黑人的父做结合，可能在身上就差太多了。有没有可能 M7-C3C 像兴业你刚，他有没有可能进入台湾的时候，他就直接跟排湾族结合，它里面也比较多的矮黑人的 DNA， 有可能，因为具有 M7-C3C 的那个 DNA 在台湾的族群，就是如卑南湾肤色比较黑的民族，是有可能啊，可能，只是说这个里面你要去怎么判断呢？大概我们只能从显的那个特质去判断。其实你说排湾族他们有没有矮黑人？这有啊，不然怎么会？你看你有看过我有过排湾族那种超级黑的，像我那种黑一样黑的那个肤色都有呢，对，所以有可能啊。但青叶有没有回答问题？有啊，因为我看那个东排哦，跟那个屏东那边的排湾族，他们其实他们的外表跟特征其实可以细分出来，可以看得出来。看得怎么？我不知道，你讲一下。哦，这有点那个呢。那个这个我们这个录的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了，那个神龙哥剪。有比较黑了，就是你看那个东排跟那个屏东那边的东排的都比较没那么高，然后又比较黑，然后跟那个卑南又特黑，然后可是在那个屏东那边的他们的身高就比较往上移一点，他们比较高，但他们又比较粗壮哦，他们又比较粗壮，又像那种布农族那种感觉，然后看他们的小腿就知道他们真的是在山上打猎的，可以看出来那个特征就有点不太一样。那个东排的女生就特别小只，其实可以这样看到，特别小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一次因为我认识的话，那个小白老师讲最准的，是打沙干的最容易接触到台湾。我有一次有去屏东跟我堂哥去做田调啊，去走一趟阿朗伊古道，结果我们认识那边的那个叫什么族结果他说那个阿朗伊古道的路边他们常走的路旁边他们就讲已经到台东了的地方了，然后呢，他说那一个区都是矮黑人的部落这样，可是我们进去看的时候都没有人了，已经看，可是那个建筑还在啊，老师，你刚刚的意思是说，有人直接说东排那里有一带是矮黑人的部落？有一段啦，有一段他说那边都是矮黑人住的地方，这样部落这样。老师，你是说你讲的是当地的人讲是不是？
是谁讲的？当地的人吗？是，那应该是算导游啦，导游是，应该是算导游啦。对呀、当地的导游，当地的。对，我们这海明，现在屏东那边不是有靠那个屏东那边不是有一个小琉球吗？对，屏东那边有个小琉球，人家有人说那个地方是曾经是矮黑人居住的地方。我跟你讲哦，玉林老师，那边不是矮黑人居住的地方，那边以前是阿美族居住的地方。哦，你那是阿美族住的。那这样人家是乱说话咯。我跟你讲，连那个岛都给人家乱写，那个岛叫什么岛，你知道吗？对啊，那个洞叫做那个谁还记得那个叫什么洞？黑鬼洞。那个什么坑啊，什么洞？对啊，说曾经是那个什么荷兰人攻击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都死。那我还记得啦，荷兰人第一次攻不进去，隔3年又报仇回来了。对，我跟你讲，那个玉林老师，我们以前曾经讲过，那个琉球那一带啊，是阿美族人从那个四重溪那边出来之后，他们会先去那个社寮那一带做集合嘛，然后从那边划船往北划划那个澎湖那一带转弯去东南亚，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航道。然后它一定会经过琉球，琉球应该就是阿美族过去航海一休息站。那时候那个岛上有1000多个原住民，那个时候的荷兰人嘛，他们那个时候有一次航海经过要去那个河边，那个里面拿那个淡水，结果进去之后那个人没有出来嘛。那因为风雨很大，他们想说应该被当地的人杀死了，所以他们就离开了。后来他们就找机会回来去攻打里面的原住民，然后一次没有成功嘛。过了3年，他们又回来打。他们用什么方式打呢？他们用火烧的、烟熏的，把那个人都逼到那个一个山洞里面啊。后来他们就把里面的人那个熏死或烧死，那剩下的没有几个人带回他们国家当奴隶。那一群人都是以前。如果照阿美族过去航海的路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阿美族人在下南洋去东南亚岛屿的一个转运站，一个休息站。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那一群人会是谁呢？就应该是达里萨干的亲戚，因为达里萨干以前就是去台南的，大概是这样啊。乌鬼洞啊！我这样解释，你可以理解吗？那是矮黑人，矮黑人并没有航海的能力。好了解，明白。对了曾经我在10几年还是20年在东部我听到那个廖国栋讲，那时候还不知道有O1的写那个基因，他是跟我们讲说，我们是古江人的后代，他这样讲。我在想什么江？古羌人就是古羌人对，他说我们是古羌人的后代，他这样讲。怎么说我们是古羌人的后代？我还一直不明白这个基因的事情现在都形容原来是那个O3呢，因为那时还没有听到说有 O1的这个基因出现，我只听到是 O3的那个古羌人这个名称而已。对呀，应该是有啦。我们上次有一个报告是36%嘛，对呀，这个比例很高36%的O3，就我们阿美族有将近那个1/4的人1/3，不对高过1/3的人是华夏民族的后代。100个人有36个人啦。对，那个，现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刚刚有讲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你说那个阿美语具有那个一定比例的古南岛语跟那个马布利尼虾语，这个部分你可不可以再说明一下？这部分
这个要怎么讲呢？我也是上礼拜才发现，用那一张图才发现阿美族他身上是带有马来波尼西亚语跟那个古南岛语。那其实我们一开始会听这个古南岛语跟古马来波尼西亚语，它是怎么来的？它就是以这个族群的共同的祖先所模拟出来的语言。它并不是找到那个祖先，因为那个祖先已经找不到了，所以才会有出现原始的古南岛语跟原始的马来波尼西亚语，然后它就开始，那马来波尼西亚语它就开始在菲律宾那边慢慢的产生，然后就开始变了，因为然后又有各个族群产生，然后当然他们的语言会开始慢慢的变掉。那为什么我会讲说阿美族会带有这个？因为其实透过那个路径来讲，在台湾本岛的族群哦，他们没有离开过台湾，他怎么会有马来波尼西亚语跟古南岛语？这是不可能产生的。而且在他们的语言中哦，跟那个菲律宾还有大洋洲那边的语言，其实他们的语言占比没那么高。他们也就是他们自己已经创出自己的语言了。除了一些那种数字，我们就不用说，数字全部的南岛民族都是一样的，都差不多是一样的。可是，在阿美族身上，它带有一定的那个古南岛语跟马来波尼西亚语带到台湾。那你说现在他们还跟菲律宾可以通，其实他们也不通，因为他们已经在那边产生了新的语言，但是它还保留着原始的那个字，所以在阿美族你讲一些什么讲一些什么语言，那个字，我突然想不到哪些字，在菲律宾其实他们都会听得懂，除了那种马大那些我们就不要算了，因为大家都讲一样。有些字很特别，大家都是一样的，忘记是什么字，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哦，谢谢。所以信业，你就是因为你上次特别的去比对那个比例嘛，就是阿美语跟古南岛语，阿美语跟马来波利尼，所以你会下这个结论，其实蛮重要的呢，就表示说，它整个阿美语的形成哦，应该就是有这两个语言的特质嘛，然后在台湾又形成的比较是属于现代的阿美语嘛。那因为我在问你问题哦，那你跟我提的那个，我们是透过那个陶器的一个，对，也是对。我的意思是说，你刚刚有提到那个麒麟文化啊，还有那个花岗山跟卑南文化嘛。你认为这个拥有这三个不同文化的族群或哪少啊？你刚刚有提到他们当初在碰面的时候，可能他们操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因为后来必须合作、分工、交易，产生形成这个地方，你是怎么看待？对这个部分？如果是照着那时候的路径走，他们到了台湾的东部，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语言应该都是一样的，只是那个语调有点不一样。到了台湾的时候，那语言应该是一样，所以他们那时候应该是，我觉得是可以通话的，因为可以沟通的。那个时候，那到了一个地方，那边一定还会有其他的族群，也就是原本就居住在那边的族群，只是我们不知道那是谁。那些人是谁？因为也找不出来了。那他们到了那边之后，他们要生活啊，一定会在那边跟那些原本就居住在那边的人，然后去做交流。那交流的过程中，他们这三个文化，我其实也没有太深入去了解，但是他们几乎是差不多，只是把他们分开来，分地区来分出来的这样子。你那他们当初发展出这不同文化的族群或哪时候，他们可能讲的语言是彼此是应该是一开始是可以互通的，对不对？我认为是。
OK OK，那就是说，他们进来之后，可能也有一些可能在地的族群哦，后来因为跟阿美族那个互动或是通婚，才会慢慢形塑成新的语言，是吗？哦，没错，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才比较会符合那时候的文化，因为不可能，因为阿美族他们应该不是自己产生的一个民族，它应该是透过流动性流动，所以会产生的一个族群。对对对。好，我们现场的那个都是编辑委员哦，没有问问题的，以后没有编辑费哦，看每个都要问哦。什么都可以问信燕今天讲的东西很丰富哦，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那个我们一个一个点名了，松明大哥你问。问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安静。想不到问题了。我们我需要问一件事哈，你那天你提到过那个什么音乐，南岛民族的音乐的那个语言像音乐一样哈，是哪一个区域？你讲到那个大陆那个地方我忘了，你说高丽、韩国、日本、台湾、阿美族，还有哪里啊？哦，你说我上次提的那个，对，那个就是他那个就是那个西行智人走的路径呢，他大概就是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菲律宾。只有台湾的语言跟其他的原住民不一样，那个不是有唱歌的那个音乐性的那个什么？我觉得那个台湾的那个他所谓的自由声调的海洋性的这种语言嘛，那个应该就是我们所谓的海洋民族啦。那逻辑上应该是属于那个阿美族，它比较是紫色的是那个阿美族啦。其他民族没有哈，其他台湾的原住民没有哈，比较没有，应该比较没有，就是我们讲泛阿美族嘛，因为现在其实那个刚刚那个新燕也有提到啊，就是说我们后来的那个语言的分类嘛，你看从北边的巴塞嘛，还有东海岸的阿美啊、萨吉拉呀，还有到那个我们讲的西南那一带啊，就是马卡道啊，那个西拉雅嘛。这一边这个都是用接近的语言在通话，因为他们也不得不一样啊，因为这个就是主要的交易的地区，你知道吗？这些地方是主要的交易地区，所有的那个文明或是史前时代比较文明的遗址哦，都是在这些地区挖到的哦，所以这些地区早期哦，你可以想象就是阿美族的比较发展比较繁荣的地方啦。现在当然不是啊，可是你要想说汉人还没有进来之前，这些地方都是算是古代史前时代的时候发展比较繁荣的地方，它必须要有一个大家能够互相沟通、互相能够交易的语言嘛。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南岛语言学家才有发现，怎么这些地方的话好像都有点像，就是这样。好，明白。小白老师，你刚刚是不是要问问题？好，星海老师有没有要问问题？没有。金川老师有没有要问问题？喂，那我想请教的是说，我们阿美族成型真正的命名是，因为我们有2个名称，之前都是以前我们自己叫板炸，那阿美族形成，真正如果到我们来是以卑南族，因为我们是北边的人，所以他用阿美斯这个来命名这样，那再往前呢，我们是怎么认为说，我们的族群形成是
因为我们常常以前说我们是板炸这样，所以我就比较说板炸跟阿密是属于卑南族，他之后才给我们说我们是这边的人。好，那我们自己自称是板炸，那这真正的名称板炸到底是从以前就是这样叫，然后到现在才做变更吗？还真正命名变成阿美族人是这样吗？好，我想说我们以前的就算是迁徙，那我还是搞不太清楚说我们阿美族跟板炸之间，那我们哪一个才是？因为以前都是用板炸来形容我们自己。阿妹是属于外面的人，就类似像卑南族，我们族群以外的人才会这样去称呼我们。我的认知是这样啊，那所以说看谁比较知道，可以解释一下这样。就是也没有好像我们自己也没有在叫我们自己的，应该是说，我觉得我们阿美族他没有在自称自己是谁啊。他们都只称自己是哪里来的人，都说他是从哪里来的人，然后才跟各个地方，就是像我们每次那个介绍的时候，有时候那个遇到不认识的，但是就是同一个地方，他第一句问我们的话都是什么？你是谁的孩子？然后你就开始要讲你的爸爸是谁。那阿美族问人问人的方式是很不一样。他先问你的爸爸跟你的妈妈是来自于哪里，是哪里的人。然后到现在，所以我们阿美族也都是这样子问，也都是这样子。所以他不会问你是谁哦，他一开始不会先问你的名字，你叫谁，你是谁，都是先问你是哪里来的人。所以到现在阿美族他才不会，好像也是一种习惯吧，也不会称他自己是他自己是谁，他比较。就是会称他自己的爸爸妈妈是谁，到现在应该都是这样子。我觉得他们是想要阿美族人应该都。我们阿美族好像比较习惯讲说你是哪里来的，花东的吗？阿米斯他们绕噶地莫还是巴沙瓦利还是噶地，我们都会问到这个话。对啊，都会称他你是。用这样的话，对，对，不讲说我是板炸。他不会讲这个，因为我们都是板炸的人，都不会讲的。我是板炸，他一定会讲是我是北方、南方、东方。大概对，都说是这是阿密斯呢。是啊。对。意思吗？有的人讲说他好，希叶你来说好了。接地平原啊，就是比平原还要再高一点点的。比平原高一点点的地方，就是类似像台地，台地，台地的意思啊，对，就有点比较高一点点而已。板炸的意义就是台地哦。你看现在部落啊，现在那个部落，他不是住在沿海哦，他是住在山跟台地嘛哈，对，又不是丘陵哈。对，他也不是往很深山走，但他是在山脚下，然后再上来一点点。那个阿米斯讲说沙拜的地方，那沙拜就是你讲的台地，那沙拜就是一大片平原，平的地方，就是像海平面第几阶那个意思啊。对，是地港那边。对，那个是像你知道那个改达格朗有人怎么讲说达格朗哈？就是我们阿美族的 background 的意思，他这样他这样解说呢。background 我们的 background 是，所有的丧寿之喜事不是有个 background 吗？就是收起所有的，就是欢乐的意思哈。background 这个词，background 这个词是有点类似像在庆祝，可是运用在那个丧事的话，又很像用欢乐也不行啊。不管丧事也算是，也算是欢送啊，就是也是啊，你回天家了，喜乐的事。都是 Max 还也是让大家那个说心里放下的，收心的意思嘛哈。对，我听那个老人家说，巴格拉这个词是很新的词。真正的来讲，就是我们法共这边讲的都是讲米利阿拉，
我们都讲米里阿拉克，巴格朗是很新的，那个到海边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哈，那个马里阿拉是那个死亡的，然后呢，巴格朗是努结婚啊，还是结婚的，或者是巴拉古代啊了，巴格朗，还是乱。对啊，马里阿拉就是收心欢庆的意思嘛。这个是我理解的。所以说我们还要先全部变成巴格朗。巴格朗是这样子来的啦，在古时候没有那个渔具啊，可以抓什么，可以钓什么，都没有工具，所以呢，就只好把那个河给它堵起来嘛，堵了让它流到一边嘛，然后没有水的那个地方就那个鱼怎么抓，只好用石头去扎石头。哦，我知道老师的意思，他的浪词根是8个了。哎，那就咯啷上来就把咯啷。它的词根是不是8个了？啊？怎么8个？就是用石头压住啊。以前的老人家跟我解释那个把咯啷的意思，说石头扎石头，讲会出声音的那个，你把咯啷现在用扎的了。扎在那个石头的下面的鱼漂就会破嘛，那个大的鱼就可以拿起来。那个是那个以前有客人来的时候，随便去河边，对不对？然后给它堵起来，然后没有工具啊，以前哪里有什么把那个打不过怎么都没有啊，只有徒手啊，只好用那个石头来去扎石头，那个鱼就在大的石头下面嘛。你一扎的时候，它那个鱼漂就会破，破了以后就可以把那个鱼给它捡起来呀。马来古拉来源巴格朗啊，那并不是说我在那边什么主要是要给客人吃的菜吧。没有山猪肉啊，没有天天那个打猎，不可能天天来啊。对，所以说是宴请客人的那个意思就对了。有那个意味，就安慰了巴拉邦爱家那个就会大家就去河边随便抓个鱼，抓什么这样，然后用石头去扎石头，咯啷在那个那就演变现在的婚丧喜庆所使用的用词了。这个是后来大家传的小葛朗、巴葛朗啊，什么？对啊，每次它的缘由是从那个石头去扎石头的那个状况长出来的声音呐。那个巴葛朗啊，奶，这个是正确的了。我也是听老人这么说的了。但是呢，巴格朗没有错，因为南边跟北边这边的话语的不同的时候呢，你来masalah tu马里阿拉，可能说马蒂呢，对，那个马里阿拉真的也是有，但是呢，什么那个pakaian tu呢，马里阿拉真的哈，没有根据，可是老人从他们你巴布鲁好，他们都是用这样的说法，马里阿拉这样子，马里阿拉真的努巴达亚，我每次听到的都是awai tu awai honi hawi ni patala ku lalu maai tu mari alat kita agak pinukai san ku moto asai aya ho 我问一下阿拉那有蛮那个贝壳吗？跟你我没有去查过，但是我那个海边的东西啊，阿拉，阿拉，是不是海边的贝壳之类的？我的阿拉，马蒂亚，你马里阿拉kita，对，就去捡贝壳啊，就海边的那个东西啊，
就像这样啊。哎，如果在河边的话，可能会那个用石头去扎石头啊，巴卡浪啊，对了，也是目的一样，就是要有可以吃的汤了。哎呀，对了，没有错。来，伊拉国家感恩，嘛，那伊拉国家感恩现在。哎，以前就是这样啊，以前没有工具啊，只有徒手啊。哎呀，什么鱼枪啊，什么都没有，什么拉嘎也都没有的状况之下，只好石头扎石头，这样才会抓到。不然你八个人。哎，马来古拉巴格朗的来源是所以它的词根是八个了。会有声音呐，哎，格朗格朗格朗，怎么个绕？哎，我们小白老师，我们现在谈的是什么？我刚进来，不好意思。巴格朗。哦，那个我之前有问那个洪承宇哈，我讲一下他的说法。就是他们那个阿费部落的哈。他说那个巴格朗是比较用在那个伤心难过的，然后他那边用，他们用那个里阿拉兹，他们用里 li 里阿拉兹很，里阿拉兹贝壳，所以他们讲那个和气啊，给他和气，就有点像和气了，和气是古穆利斯嘛，然后他们那个。他那个什么，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巴格朗，他说他们那边是用里阿拉兹，然后巴格朗是那个马哈勒米达森，都当造的巴格朗。对了，这个是各个部落的这个说法都不同。这个这，对呀。这个是后来大家都演变的啦，因为那阿拉扎那里就捡贝类的，是属于海边的啊。那个巴克浪这边是政府的，因为这河水嘛，河溪水嘛堵住，然后用石头去抓，去扎石头嘛。那个巴克浪啊，那我后来的解释是这样的，一样，他们的目的也是。是巴卡恩啦，那个目的都一样了，是巴卡恩。对，是巴卡恩到阿鲁曼奈到拉方。比那乌兰。就那个目的一样，只是讲的不一样。讲法不同啊。嘎浪，中格浪、八格浪，还有小格浪。9个浪他的。这目的真的是我去做过田调的，我才知道啦。那个老人家讲的，报告完毕。好，太好了，我们希望大家有理清楚那个巴格浪跟那个米利阿拉兹的差别。那个松林大的巴格浪的字根是格浪啊，格浪那个根音啊。我觉得我是巴格呢，我的字根。巴格浪的意思就是使他格浪的意思，让他有格浪的声音，叫巴格浪。对，格浪这个你去查字典啊，就是撞击产生的撞击的声音嘛，对不对？所以你用巴的话，就是使它有声音的哈。没关系，这我们不要再深入讨论了。重点是阿美族的形成哦。那个信燕刚刚有提到说，阿密斯跟板扎两个的不同的词汇哈，有没有人有研究针对这两个词汇或者是它的称呼有不同的看法？还有没有其他人有特别的看法？像刚刚信燕，我来讲一下。我来讲一下我个人的那个说法，就是第一个就是阿密斯这个部分呢，就是像大家讲的，大家都在迁移，大部分都是讲那你阿密塞干咪，
对，从北边来的，大部分都是我们那边的说法，大概就是这样。后来我也去哪里了？有宜湾了，有一个老人家，我有问他说：“mana gula mana gula panza？” 啊，他说马卡登伊拉尼，他说日本人啊。他说那个日本人会骂那个原住民都听不懂嘛哦，反进啊那罗提蹦山啊，还有另外一个说法，他也在讲，独立爱好啦不班扎呢就是讲的台地呀、就是比海边高一点的一个平平的地方啊。他讲的是这样，所以两种说法，我自己也一直在想这个环境呢，有可能吗？对不对？还有那个班扎是一个台地，然后一些阿美族就一个小村落就在海平面的上面一点，就这样。报告完毕，我所知道的。那个我说一下我的那个森经验龙哥，你这边有什么补充？森龙哥，你这边的补充？就是说那个我从小我们那边都说绑寨，我是到高中才听到我知道阿美族我到高中才听到说阿密斯这样子，我们那边都是说绑寨。好，结束。那个我要讲一下啊，那个什么卑南族不是卑南族啦，他们自称是标马族，标马。后来那个名称哦，就国语为什么变成卑南这样？他们也有一些比较老的，我们是标马的啊，所以我在那边的时候，后来我才确认说。那个拉朗就是那个地点啊，就是卑南文化那个地方啊，就是拉朗的最早的居住地啊，应该是，报告完毕。好，对啊，还有没有人？对啊，他玉那个林老师，卑南族，你说对啊，对那个卑南的遗址这个地方，本来是以前是法兰奥的人，那时候他们早期古老的人所居住的那块地，是因为他跟卑南族打仗了，他就所以他们节败退，就是到那个市区那个地方就被那个什么卑南族人给他占领了，成为是他们现在住的地方。那现在在那个地方挖掘到这个遗址，这些很多宝贵的东西，一研究出来，原来是阿美族的。对啊，他们也承认那个地方以前是阿美族所居住的地方啊。好，报告完毕。那把聚焦在阿美族的形成，就有没有人知道是说南北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称呼？这有你们知道原因吗？南北？等一下，凯明，你的等一下，你的声音好像有一点杂音有吗？好，我再讲一遍哦。我的意思说，那个为什么有北边的人都会自称反诈，南边的会意思？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星海老师，你举手是不是有意见？凯明，我所知道的哈。星海老师来说哈，先说。玉林老师，你说啊，玉林老师，请说。你说那个阿美族怎么形成了？因为我们阿美族可能有一种习惯性那你说一个说当不了，那你个阿美塞，那你说一个说那个蒂莫里巴沙瓦里，或者是那你个迪拜，我们都会这样讲，我们不会讲说我是阿美族，也不会讲说我是本藏，因为可能我们都是同样的民族才会这样讲，说我是北方来的，我是南方来的，我是东边那海岸来的，也都会用这样的用词啊，
才会有我认为是才会形成有现在的北方的北方的名称，很少用到我是板扎这个民族。好，那个我这个顺便问一下那个信燕哦，我曾经查一个文献哦，看信燕人家回复一下，看也能不能回复。我有查一个文献哦，就是很特别哦。他那个文献也不是文献啊，只是那个一些简单的资料。他们有怎么分，你知道吗？他们有分打煞，在阿美族的话就是真的哦，打煞班炸，真的班炸哦，打煞班炸，他这样分。第二个叫做巴黎照，第二个就叫做巴黎照，第一个叫做打煞班炸，第二个叫做巴黎照。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是谁这样子分的哦。他们那边有讲真班炸，就是意思应该是讲说真的阿美族人啊。那他把真的阿美族跟南边的巴黎照特意的区分，说南边的叫巴黎照，北边的叫真的阿美族人。所以你们才会听到以前龙康常常讲说什么巴黎照板炸、嘎巴烂板炸、什么什么板炸，好像他们本来不是板炸，所以他们又挂上一个叫什么巴黎照板炸。所以我想问信燕哦，如果就你自己在文献的看法，你会不会发现说阿美族人，如果就我们之前的 B4A1A 的那一群人靠北方居住的，像花莲溪那一带的人啊，对于南方从卑南溪上来的那一群1A 的那一群人，是不是本来他们之间就有一种距离感？后来是被政府被强迫他们变成同一个族群，他们才自我认同，才会彼此才会有所谓的阿美族的自我认同嘛。但是会不会就是因为过去其实 B4A1A 跟 E1A 哦，就是北方的板炸跟南方的巴黎照或里照，这些人是不是在你的感觉上，他们过去是不是会有差异性？你觉得？我了解你的意思，我了解，也就是说，也有可能哦，这南北边的，他们其实就是分开不同组的，你知道，只是被政府归类为一组，只是讲个一样的话，但是他们其实不是不同组的，是不是这样？族这个概念其实是后来的，你自己的感觉说，北边跟南边的人是不是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一点点隔阂，他们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合。你说从星球课程，对，你从你自己在资料收集，就是说，因为南边的人，我们如果这样分的话，北边都是 B4A1A 啊，南边的人应该就是 E1A 的系统。那变成就是说，拉拉厄什跟巴吉萨是不是本来他们以前就不是那么完全融合的族群，后来是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他们才慢慢变成我们现在所谓的阿美族群。可是你看，纵使是变成阿美族群，你看那个廖国栋哦，他在选举的时候哦，我们台东帮的要支持台东帮的，他都这样讲哦。他感觉上花莲帮是另外一批人的，对他的认知里面，就是信燕你在理解这个阿美族形成的过程，你对于南北的分别，你有没有特别感觉有什么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就是说我后来才会有感觉，但是我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你的感觉呢？好像是有一点的，因为你说以前我觉得现在好像有一点，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妈妈是台东那个阿拉巴万那边的人，我爸爸是法贡的，可是我妈妈都会一直讲那个花莲那边的人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爸爸也会讲台东那边的人怎么样。我在想是不是这两个，因为刚好这两个我爸妈这两个部落其实
刚好就可以分得出来，他们就是南北的部落，只是我们封兵在中间而已，就可以知道，好像南边的人，因为我去那个台东那边，南边的人，我们觉得南边的人比较，应该是怎么说，比较合群，还是和蔼可亲的，可是北边的有一点奸诈，不知道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说两边会不会啊？有可能。我要说一下哈，像我们自己的故乡的也会这样讲，阿少跟阿少也会讲说，就像我们是巴吉拉嘛，达拉巴吉拉的这个啦，达不啦。我说那个其他的巴吉拉的时候，他们是讲的巴吉拉的，会变成是这样讲话呢，会有区分说达拉巴吉拉的他们是这个时候的巴吉拉的等了，达不啦会变成会这样说，我们以后阿少跟阿少也会有这样的那个区分呢。有的会这样讲话哦。那就是说，刚刚那个凯明老师讲的一样嘛，达拉邦扎跟阿里绕或者是达拉厄斯，那个达拉邦扎，对啊，没办法融合。指的是哪一个呢？我也是这样想，奇怪，怎么还有什么所谓的达拉邦扎？我有听过有人说，我达拉邦扎就是。那会不会是那纯的阿美族跟那个混血的阿美族，会不会是用这样的区分呢？那好，我另外一个问题，什么叫纯的阿美族？请定义这个意思。什么叫纯的阿美族？是啊，就是怎么定义？呢？怎么定义？特别是你们讲说O1跟那个O3的那个基因变成是这样子。他们哪里知道 O1 O3？对啊，不是，他对以前是不知道那个 O1 O3 啦，可能是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是 O1 O3 是有不同的那个什么基因的血统啊，基因的部分，所以说那个会有这样的不一样的称法，我是认为是这样子啊。我讲一个那个一个遗址啦，很重要，阿美族一个最重要的遗址旧香兰。旧香兰当时候有2个阿少，主要的阿少是拉拉厄斯跟达里萨干啊，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说达里萨干往南边到恒春到台南，他走那个路径做生意嘛。那个拉拉厄斯就从卑南溪到纵谷一直往北北应该是直接接到那个马太安溪到花莲溪那一带。然后他这个作者是这样写说。拉拉厄斯专门负责那个卑南溪一直往纵谷的交易路径那达里萨干是负责往南边到台南的交易路径那他又提到说，他们不是只有这2个阿少那个我们讲那个旧香兰遗址是大约是2400年左右具体的时间我不清楚，大概就2200、2400差不多了。他说当时候不是只有这2个阿少他还有巴杰大，还有宝刀万，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出24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我们讲的旧香兰遗址，已经就有人已经就有氏族的阿少的联盟也就是说一个部落已经开始用阿少当成是一个策略联盟那个时候那个有人挖到旧香兰的时候，他们挖到什么？挖到那个鱼钩那个就是抓鱼的那个鱼钩，很大只的鱼钩他们还有发现有那个鲨鱼的骨头。那就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的那个不同阿少的特性以那个拉拉厄斯为主的阿少，包括达里萨干，他们比较是做生意为导向的比较多那巴吉拉就是我们讲的 B4A1A 他们主要就是一直在扩张跟航海，所以他们的航海技术一定是很高超。如果就那个荣康讲的，具有高超的航海技术的，应该是巴吉拉，他是这样讲荣康是这样讲所以那些抓鲨鱼的人是谁抓的？应该就是巴吉拉去抓的，他们自己用炼铁的技术做出鱼钩，然后他们去做那个抓鲨鱼的这个动作，所以两边的航海的技术应该不太一样。
但是很妙的是，他们竟然可以在同一个部落和平相处。所以你看看，如果是从3004的时候，刚刚那个信燕提到的卑南遗址、花岗山，还有那个麒麟文化哦，这3个文化应该已经把他们慢慢形塑成可以合作的亚造。因为我跟你们讲哦，你仔细去看，如果 B4A1A 从菲律宾北上的位置哦，它其实跟 E1A 没有重叠哦。B4A1A 比较是从吕宋岛跟我们讲的菲律宾的东海岸这个地方的是 B4A1A 的比较密集的地方，但是那个 E1A 的位置不是在这些位置哦，它比较偏在菲律宾的南边，还有在那个苏拉威，还有在那个婆罗洲，所以他们北上的时候，我在想他们刚刚信燕有提到说他们的话有没有可能一样，不过我是猜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北上的来源哦，如果就他们 DNA 的位置哦 ，B4A1A 的语言哦，可能不是我们以前我们讲的那个亮岛那边的E1的语言，古南岛语哦 ，B4A1A 的语言有可能是那个，就是怎么讲呢？应该就是也是马来波利尼西亚语了，但是它可能跟那个什么，我们讲的那个 E1A 的不一样。如果你要分的话，有可能是 B4A1A 是他加入语，它那个达嘎洛的语，然后那个 E1A 它可能比较是维沙亚这个语，所以我如果用猜的啦，大概是他们是2个语言，所以他们进入到台湾的时候。应该是讲不同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言，但是应该还是有一些话是可以通啦。那我在想，他们之所以有南北之分哦，北方的人说自己是属于板炸，南边的人说自己是阿密斯。我在想，他们本来 DNA 就不一样啊，他们后来一直磨合，一直通婚，慢慢的才有阿美族认同啊。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可不可以接受，就是说。他们2个其实是不同源的阿美族人，但是他们最后因为不断的通婚，高比例的通婚，从我们的那个米田堡血统就知道，阿美族已经很高比例的通婚，你身上一定有拉拉厄斯的血统，也有巴吉大啦，每个人都有啦，不然你不可能有95%的那个米田堡血统，所以阿美族族内的通婚非常的严重啊，所以我们的族人哦。为什么会一直扩张？我大概是知道，应该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不能再跟自己的族人通婚，他只好一直不断的扩张。好，我讲完这一段哦，信燕，你觉得我这样讲有没有跟你刚刚讲的有没有？你稍微看看有没有什么要回馈的？小部分的话。我可能我就再去找资料吧。应该是说我所讲的有没有跟你们的一样？应该也会不会跟你们的一样？因为不然，对啊，会不会跟你们的有没有跟你们大致的想法是一样的？其实几乎你的那个99%哦，都跟我们差不多了。那我现在要跟你讨论的那个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在阿美族内部真的有人会特别去分那个北边的人跟南边的人，那我在想是 B4A1A 跟 E1A 造成这个现象。你知道，如果我们就以前曾经讨论过拉拉厄斯的势力啊，从南边一直到北边他们曾经在那个泰巴朗部落当那个他们的嘎吉达案，就是说拉拉厄斯进入到巴吉大的势力呢，但是他们竟然跑到里面当嘎吉达案，也就是说拉拉厄斯的势力已经大到可以取代巴吉大那个比较重要的部落的一个角色。那以前那个龙康曾经讲过说，那边不是有一个那个祭祀屋吗？他说那个不是在地的，那个是南边来的，那个就是拉拉厄斯带过去的但是那个龙康一直说那个是什么西拉雅什么哪一族的因为你看以前卑南文化的时候，拉拉厄斯盖的房子就是用石板盖的嘛，他们一直认为石板盖的不是阿美族盖的。那因为
巴吉萨不会盖石板，因为这不是他们的情境。但是拉兰二十会盖石板，这是拉兰二十的习性嘛。但是后来我们已经变同一族了，所以当后来隆康说那个马泰安那边的那个叫做什么？你们还记得那个祭祀的那个屋子叫什么？忘记了。他说那个不是在地人盖的，那个是拉兰二十盖的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应该还是阿美族不同的亚绍进入到台湾之后，搞不好他们真的讲的话有点不一样，甚至他们当初不会互相认同自己是同样的族群。我这样子讲，新叶，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了解，我觉得有可能，对嘛？吼，我觉得有可能。对，因为他们磨合了，你看4200年进来，然后他们2400年的时候在旧香兰合体了。事实上有一个完美的部落，你们可以去问就是那个安通，就是那个安座，就是那个臭臭部落嘛，那个尿尿人他们讲的尿尿村，那个其实就是3个亚绍的完美结合，就是巴吉萨、达兰厄斯跟吉维利安，那个就是阿美族最多人的3个部落的一个完美结合，就是安通部落，那个就是古老的最大的3个亚绍的结合。那我是觉得阿美族人为了生存，为了合作，他不得不透过亚绍跟亚绍的联盟，才会形塑成我们现在所谓的阿美族了。那可是你要回推难道他们以前亚绍的时候就讲同一种语言吗？这个是我提出来的问题了，大概是这样。好，还有没有人？因为我们今天信念它主要讲的是说阿美族的形成大家还有没有？最后我们再给大家3分钟做回馈，有没有人要回馈信念？我小小回馈一下，这个好像我以前有讲过。我以前在教会嘛，认识一个菲律宾人，他是会讲 Tagalog 的，那我们可以沟通到3-4成。这个我以前有讲过，好看没？没有，有一点点，你再多讲一点，这样我们会更清楚。就是说，因为刚刚好像谈到那个，你有讲到那个什么，就说北上的这个拉兰格斯可能是语系，可能是达嘎洛系的，这个语系的嘛。那个应该是说那个我们如果就位置来看拉兰格斯比较是维沙亚的话。那个 B4A1A 的比较是 Tagalog 的话，对，对，这个我以前确实有跟一个菲律宾人，他就是我们在教会嘛，那他也是一个传道人，就说有3-4成可以通他那个不是只有马大里曼会通很多，我跟他讲那个，他说对啊，也是这样讲超过那个我们。就是说那个在一般的研究所记录的一些什么马大，还有什么福克斯，一些黎骂这种的，很多词汇都是一样的。我那时候也吓一跳，大概就是说可以问答就对了，可以问答，很简单的可以问答，有一些那个。没有记在那个资料上面的都有一样，我已经忘记了，反正我那时候也是吓一跳，我就很清楚他是 Tagalog 的。哇，那如果照这个推论，好像是成立的那这样子逻辑应该是正确的。成立的，是确实我碰到那个他就是 Tagalog 的菲律宾人。对啊，如果可以问答的话，那就应该是成立了。所以我们就是从吕宋岛那边来的，有一部分。如果照推论的话，应该是 B4A1 呢。对，没错。这样子讲的话，你看都可以对话了，你觉得这个就那个逻辑差不多就对了。那我们是玉林老师，请说。
啊，我要说啊，像那个斯卡罗啊，斯卡罗，人家都一直说，那个是排湾族的地方嘛，哈，斯卡罗啊，屏东那个地方，对，那个什么地方啦，那什么屏东的什么地方哈？廊桥18社，对，他说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是阿美族的地方嘞，那斯卡罗不是排湾族，也不是卑南族，是阿美族。他说他那个阿美族那个人那个祖先，他现在已经移民到什么富里那个地方哦。他说那个地方是属于阿美族的居住地。斯卡罗这个名称是属于阿美族的，不是排湾族。玉林老师，下个礼拜你来讲斯卡罗好不好？你讲，因为斯卡罗这个族群哦很好玩的，他其实他后来很多斯卡罗的人嘛。他们后来北上啊，他们想要就是说归在卑南族嘛，卑南族说啊，你不要归到我这边，结果斯卡罗很多人都变法兰奥的人了。对啊，对，所以法兰奥里面很多斯卡罗的人，那就是都是阿美族啊。然后应该不能说，你不能用阿美族的概念呢，就应该是说因为你知道吗？啊，这个故事很长，我下次再讲，因为它其实有3个族群的混血，阿美族是其中一个。对。啊，你说排湾族跟卑南族的3个族群哦？不是，我们其实斯卡罗是那个马卡道人跟排湾族混血之后，他的下一代又跟阿美族人混血，然后后来形成斯卡罗。这个是主要的逻辑我们下次再讨论这个，因为这个是很后期的。其实这个是非常后期的，我们阿美族的历史放在近200年一点都不好玩，因为都已经是乱七八糟了。没关系，我们下次再讨论这个。那我们今天大概是这样那阿美族刚刚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说我们一直讲的拉兰厄什跟巴吉嘎因为就我们过去那个广播节目讲的很多的概念，就是拉兰厄什就是另外一个头脑，巴吉嘎就是另外一个头脑，他们很不一样的头脑。拉兰厄什就是一个专门在做生意的头脑，那巴吉嘎就一直在扩张的头脑，所以这2个族群为什么还可以搭在一起，然后还可以和平共处，一定有共同的利益，然后他们不得不通婚交流所以变成慢慢形塑成同一个族群那我们刚刚大概找到了线索就是说，如果就 B4A1A 的移动路径应该是他加入以后就是达卡洛。那如果是那个 E1A 它最有可能就是维沙亚这个语，或者是另外我知道还有一个南边有一个语言也是比例很高，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那我们大概未来可以朝这个就是说去研究这2个语言那因为新叶已经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说那个阿美语它含有高比例的古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跟古南岛语那就可以证明阿美族人是外来的，而且它进入的路径大概就是从菲律宾这边进到台湾，才会把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带进台湾，然后再演化成现在的阿美语，然后才会发现森龙哥提到的，他竟然可以用阿美语跟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沟通3成，这个整个推论就正确了大概是这样。好，我们今天大概是这样。森龙哥，我今天的内容等一下会那个录制节目上传到 YouTube， 再传连结给你好，那我们那个现在就请小白老师帮我们做结语，就结束今天的讨论。小白老师还在吗？有 ，OK， 就麻烦您了。所以呢，多安尼大家过比讨论你的多那研究，你研究完你的多历史，no多阿西蒂好，阿来kita nan好，安尼大家你不会很吝啬的。
你都是用奉献的心来给我们知道，有更多的火花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真的很感谢大家的分享，谢谢。哎，稍微长一点，再长一点。好来，平安。好来，平安。平安。阿明。